落花泪，文俗啊，撇分啊，好。 一首好听歌，落花泪来。哦，我看一个拍下唱，这个是啥物人？恁孙。阮孙。你少年嘛？对。你几岁？这个阿公。系啊。对。啊，你唔是阿祖？哎呦，你看卖，几代你看卖来遮偌好咧，哦，真好，啊，你还真幸福呢。这。搁一个哦。 安尼哦，我一个阿嬷，我一个阿嬷，啊娘喂，你看有时间规个脚拢啊带来遮啦。我有想要甲拖来伊讲你敢啦？那唔敢啦，咱若无咧做歹代志啊，哪里哦？敢坐车啦？对啊。唔
敢坐车较济岁。唔敢坐车哟。到伊93岁哦。哎呦，阿姊你几岁？我70外。70外，要80吧？这算就叫爱叫母啊啦吼。而且伊身体健康，咱今日是最幸福啊！哦，最主要咱大家身体顾好较要紧。你看，毋但身体顾好，用才有机会来这所来行行安尼。两个手仔袂歹，有时间较接来，好无？啊，咱听咱这两位咧唱歌唱煞了，咱的品韵啊吼，甲咱这文书唱煞了，咱即摆这条歌为必来结束，咱今仔最后咱今仔是咱的12点到2点的，咱的钻石到台，邀请所有的乡亲朋友、唱歌的人上台来唱这条歌曲，来结束咱下晡12点2点，咱的钻石大舞台。